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大巨蛋，上紧9月就会当来举办着演唱会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已经画画滚啊介咯，希望已经红麦区的天后江蕙会当伫个大巨蛋复出来开演唱会。江蕙的经纪人陈子宏伫个面册发文章，讲江蕙真感谢嘛真想大家。伊讲伊会当帮忙，甲江蕙约出来甲市长当面讲。蒋万安再去讲，伊会赶紧甲江蕙来联络，嘛希望透过江蕙的经验，互大巨蛋办演唱会来做建议。真台穿甲真水，天后江蕙红麦演唱会已经9档过去啊！即马大巨蛋的演唱会伫眼前，指标性头一场的演唱会，敢会当重现二姐风采？二姐的歌声大家都很想念，大巨蛋最快9月就可以办演唱会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数度公开喊话，希望二姐能够在大巨蛋复出。那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很希望，也很期待江蕙可以复出。可以在大巨蛋办演唱会，将会是我心中永远的天后，这是我个人的心愿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连续2天下愿，希望二姐会当登上大巨蛋。这个声音，江蕙经纪人陈子宏有听到，透过面册表示讲，已经将这个消息转达给二姐。二姐表示真感谢市长加歌迷支持加鼓励，嘛真笑脸，嘛真感谢大家。更加表示会当替市长约二姐亲身讨论看卖。我非常兴奋，也很期待，所以我会尽快跟子龙老师联系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让我这个超级粉丝可以亲自跟二姐见面。更重要，我也很希望二姐能够给我们她对于大巨蛋的一些建议跟看法。哦，大家众望所归，希望可以谈成。其实我刚刚也在听她的歌，哎，哦，真的吗？那个叫什么？千里岸啊。想念那个二姐的歌声。有，很想念。这件代志总算有一个开始，二姐魅力敢会当降临大巨蛋，市长甲市民同款拢真期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